呢間足球學校喺深水埗蘇屋商場設立室內草地足球場，今年3月啟用，專門為幼兒開辦足球訓練班。室內場咧，主要吸引咗啲幼兒嘅小朋友啦，3至6歲嘅小朋友嚟到咧，以遊戲學習嘅。咁用唔同嘅遊戲，例如同佢哋玩紅綠燈啊，咁就紅燈，咁我哋就帶住個波要停車，咁咪就踩停個波。咁個黃燈就要慢慢行，咁綠燈我哋就要帶住個波快啲。咁透過玩遊戲咧，其實係慢慢掌握到足球嘅技巧啦。咁另外其實喺遊戲當中咧，佢哋都會學識，例如我哋辨認顏色啊、數數目字啊、同小朋友溝通啊。其實原來足球同埋幼兒教育可以融合一齊。為鼓勵同支持青年實踐創業夢想，房屋委員會推出共足創業家2.0計劃，喺旗下商場向35歲或以下青年提供免租金鋪位，等佢哋試行創業計劃，頭7個月免租，其後提供3年階梯式租金優惠，整體租金低於市場水平。咁我哋見到個選址咧，其實足球場都需要比較大嘅面積同埋一啲高嘅樓底啦。呢個場地都符合我哋嘅要求，吸引咗唔少喺區內啦，甚至係跨區嘅小朋友啦，都慕名而嚟咧，係參加我哋嘅室內嘅足球班。多得呢個計劃啦，我哋都係為好多幼稚園嘅小朋友啦，舉辦咗一啲幼兒嘅足球比賽啦。咁我都期望咧，可以將呢個場地咧，成為一個全港嘅幼稚園足球比賽嘅場地，成為更加多小朋友嘅希望同埋夢想，令到佢哋喺度追夢嘅。房委會鼓勵私營商場同商界伙伴加入計劃，反應相當正面。共足創業家2.0呢個新階段咧，除咗房委會我哋自己提供商鋪出嚟之外咧，都成功邀請商界嘅伙伴啦，同埋商場業主咧加入呢個計劃。佢哋對呢個計劃嘅反應咧非常之正面啊！咁咧而家咧總共有17個咧商界嘅業主咧加入咗呢個計劃，去攞佢哋嘅商鋪出嚟咧，去俾年輕人咧去試行佢哋嘅創業計劃嘅。咁而家計埋房委會我哋提供嗰12間商鋪啦，總共提供咗咧超過70間商鋪咧，俾啲年輕人咧佢哋去試行佢哋嘅創業計劃，規模咧係首階段嘅7倍。其中房屋協會積極響應，喺旗下指定商場提供鋪位俾年輕人創業。有年輕人就喺房協旗下嘅北角健康村設立香港首間以運動共融為核心嘅健身中心，特別為殘疾人士同長者開辦健身課程。首先地點上啦，咁呢個係一個地鋪啦，地理位置上有優勢啦。殘疾人士啊，或者係老人家啊、長者，佢哋又唔使行上行落啦。其次呢度叫健康村啦，我覺得都好適合做一啲健康嘅服務啦。過往嘅模式咧係透過網上面去吸納一啲嘅新嘅客戶啊，我哋喺樓上鋪啦。而家目前大概係30%新客嚟㗎啦，地鋪大比例嘅頭7個月咧係免租啊，相對地營運嘅壓力啊，營運嘅資金壓力就會少好多。房委會話計劃一舉多得，年輕人獲得創業機會，商場迎嚟新鮮感，居民就可以享有更多元化嘅商品選擇同服務體驗。